来继续来看国民党明年要来选党主席有风声。讲立法院长韩国瑜、甲副院长江启臣、甲台中市长罗秀燕结盟，要来挺前台北县长周锡伟来选党主席，要来掌握到党主席的权利。韩国瑜昨深夜特别发出着声明，讲这拢是无影无迹的代志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嘛强调讲，这种的传言造成因党内的纷争，对社会嘛毋是好代志。有力挺周锡伟选党主席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面对记者发声，敢若说道声，听讲支持前台北县长周锡伟选党主席，立法院长韩国瑜赶紧行要去会议室。不过，即马传出韩国瑜和台中市长罗秀燕、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结盟，希望争取2028罗秀燕并总统大会，和朱立伦继续做主席。伫咧摕到政权了后，出任行政院长。对这件代志，韩国瑜伫咧昨半暝12:02分，立法院媒体群组发出声明，讲院长自心伫咧立法院事务保持技术主持中立，根据立法院组织法，未当担任政党职务外工作。自就任以来，任何党务拢毋捌插手过。针对相关过问党内选举的传闻，拢是无影无迹代志。这一任的党主席是到明年的10月哦，再一次提请，还有1年4个月的时间，明年这个时候再来讨论都绰绰有余啊。这是谁在造谣生事？谁希望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？根本没有的事情，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情。明年10月，朱立伦任期特别满，毕竟党规之清，可能煞未选起，传出有意事情的选人各有疑。来，市长早，早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会再来到议会进行市政总质询，不过要确保新北市政延续，传出侯友宜大力推杀主地兵刘浩莲，若是成功提下党主席，就当保掉刘浩莲选新北。我是新北市长，拼市政，再拼市政。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，真重要，所以讲3遍：2026、2028大选的布局，南亚内部已经烧卡练手做准备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